我们内蒙古下大雪了，猪羊仔下锅。哎呀，站住了都。羊心肺下锅。哎呀，冻住了哥。撒盐妹妹，好，我烧火。好，撒点草盐，打点盐。哎呀，可以了哥。行了，好，烧火，盖上锅盖，这会就慢慢煮吧。羊杂熟了。哎呀，老板，哎呀，看看，好香啊！还是大锅煮出的啊。都是奶白奶白的。好香啊哥！没了，来吧，拿回去切。哎呀，哎呀，开始切。着急了。好好吃，好烫。还是大锅煮的哥。香吧？一会儿给你做一个麻辣的吧。暖暖乎乎吃的。再切点肥肠。够了这些。来点油。葱姜蒜。来点郫县豆瓣酱。火锅底料，干辣椒炒香它。羊杂下锅，多炒一炒。加水。好嘞。好嘞，够了。再来点大粒盐。盖上盖。好。羊杂呀，炖它20分钟就可以了。麻辣羊杂熟了。哎呀！啊，太香了哥。我一定好好吃2碗。多了一大锅呢，4碗都够吃。哎呀，来吧，快喝羊杂汤吧。这忙了一下午了。再来点葱。太香了哥。还是我们高原羊杂呀，吃着嫩又脆。香。哎呀，又香又辣啊！再来一碗。吃的太爽了哥。这才得劲呢。这冬天里多喝点羊杂汤啊，抗冻，暖心又暖胃。